游轮，你醒了？啊，哎，昨天不还是2025年吗？这怎么就变成2026年了？啊，你出车祸了，昏迷了一段时间。车祸？啊，脑震荡导致你的记忆出现了混乱和断层。咋了？不是，你确定我是出车祸了吗？我怎么我脑子这么乱，心里面也感觉空落落的，好像是丢了什么东西。不是，你咋了？啊，没事你这就是神经系统损伤后的正常反应，这都属于车祸后遗症。我那什么，都会好的。你先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不会得癌症了吧？徐先生，您当时连续旷工超过了3个月，我们一直无法联系到您，所以这份解约通知一直放在公司。许先生，您的脑部没有任何问题，您提到的记忆碎片可能是因为神经紊乱造成的，您多注意休息。许佑伦， Cindy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出车祸了，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老婆，风大，我们先回车上吧。我到底是忘记了什么？游轮，咱们回去吧。我脑袋里面总闪过一个画面，我是不是真的忘记了什么人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出了那么大事儿，那记性错了很正常。哎，走啊，没事。哎呀，我晚回去请你吃饭，走，没事儿。我明白了。要不要？我不是难过，我一定是得了抑郁症。有的时候我半夜醒过来，我就总觉得被全世界遗弃。不是病。根据产后抑郁的诊断标准，情绪低落，对事物丧失兴趣，还有对自我的评价，这都是正常的。不对啊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又骗人吧你？不行，我去吐一下。小酒量。好久不见。这位美女，你的搭讪方式也太老套了吧？老套，但管用。有了眼睛会
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我们不止见过。徐游轮，徐游轮，不记得我？放开他！徐游轮，徐游轮，徐游轮。开始新生活，没什么难过，不过把一出惊恐。可难道你不会不舍当初到那间？好像是我很重要的人。若没被你选中，未曾听过什么。但是我记不清了。情如羽毛的我，时间累积着命运的轮廓，我还沉醉在经过，记忆会消失。但习惯和爱不会。时间累积